Hello， 各位好嘛？我個名叫 Danny， 係加州 Sunnytown 地區中心嘅服務協調員。今日 Steven 嘅 IPP 面談過咗3個月，我哋會去睇下到底佢嘅計劃進行成點，同埋可能要作出咩調整，等佢繼續向住目標進發。入嚟啊！好嘛 ，Steven，Dexter 同我會去聽個人工智能科技座談會，你去唔去啊？人工智能霸主嘅來臨係必然，所以要做足準備啊！唔啦，你哋2個都係自己去啦。OK， 拜拜。Dexter，Steven 唔開心啊，發生咩事啊？我俾人炒魷魚。炒魷魚？係啊，你哋都知道我好期待去球場做嘢，因為咁就可以一邊返工一邊睇精彩嘅棒球賽。係啊。原來係唔可以一邊做嘢一邊睇棒球賽㗎。好慘啦！發生咩事啊？熱狗，買嚟買隻熱狗啦！有茄汁，有芥末，你中意配乜都得。而家滿壘啦，投球揮棒，係滿壘全壘打。哦，好嘢！喂，我叫過你唔好掛住睇波㗎咯，你3陣出局，我要炒你魷魚。Steven， 咁真係可惜啊！係咁，我而家做咩好啊？你令我諗起《Letterman 起源故事》第3季第20集嘅故事啊！佢本身係冥王星薄餅外賣員，喺土星環度做嘢。你哋都知土星環係一種催眠嘅力量，結果佢分咗心，搞到啲薄餅凍咗，最後俾人炒埋啊！咁薄餅店之後有冇請翻佢啊？冇啊，因為佢最後俾人永遠逐出土星環。好啦，你加油啦！其實 Dexter 係想講，就連太空英雄都會俾人炒魷魚嘅，你搵個份工咪得咯？唔得啊！嗰份工喺我個 IPP 入邊噶。民法典第4646.5條括弧 B 係清楚寫明，你可以隨時要求一份新嘅 IPP， 或者更新你現有嗰份已經填好嘅內容。搵你個服務協調員啦。我會噶啦，唔該晒啊，Maya。對唔住，我俾人炒咗魷魚。冇事喎，Steven，我哋可以幫你搵過份工嘅。我知俾人炒係好難受啊，但有時係要失敗過先知點樣成功噶嘛。係咩意思啊？例如打棒球咁啊，每次落場，你係咪都會打到全壘打？唔會，我有時俾人拋出局添。個個都會咁啊 ，Joe DiMaggio 都會嘅。你會唔會就咁放棄，以後都唔打棒球啊？唔會，我會繼續練擊球。冇錯，你會由錯誤中學習。係咁，球場份工學咗啲乜嘢啊？我學到唔可以一邊做嘢一邊睇棒球比賽啊！冇錯，係啦，幫你搵份中意嘅工，俾你賺到足夠嘅錢同埋時間，安心咁睇波。係咁嘅話就好啦 ，Winnie。好啦，你除咗棒球之外，仲中意啲乜嘢呢？我第一份工係喺雜貨店度執罐頭嘅，老闆好中意周打湯。Steven， 喂，好嘛，小朋友，睇嚟你好乖咁喎。係啊，係隻乖狗仔啊。歡迎光臨啊！好嘛 ，Winnie。Steven 佢係 Byron 佢係 Steven 啊。Hi， 你喺度做㗎 ？Byron 係店主嚟嘅 ，Steven 佢好中意動物嘅。係咪想養寵物咧？我都想啊，但係我知寵物唔係淨係同佢哋玩咁簡單嘅。冇錯係啊。吓？哇！小心啊，小朋友！唔好啊！冇事啦。好新手啊！嚟打工啊！吓，我可以嚟打工啊！你點睇啊 ，Wax？ 好嘢！好啦，雖然之前搞錯咗，但係而家我哋幫 Steven 搵到份有薪實習，佢可以喺寵物店度做嘢，最好不過啦。我中意寵物店，佢哋有烏龜啊！乖仔，我真係戥你開心啊！咁先係必勝戰略啊！好啦，我哋更新下你份 IPP 先啦，寫低呢份寵物店係有薪實習，搞掂之後就要麻煩你喺度簽翻個名啦。好嘢，唔該你啊 ，Winnie。今日 Steven 重新考慮同調整咗佢嘅計劃，對於繼續邁向真正嘅目標係件非常重要嘅事。你嘅 IPP 係個持續同以個人為本嘅過程，你本人同你身邊嘅人所提出嘅意見都非常重要，但係最終計劃要反映嘅係你嘅目標。記住啊，你所屬嘅規劃團隊服務嘅宗旨係以人為本，而所指嘅嗰個人就係你。